这是王大叫你对无？你看我3工6日无回你20年，你就要对我便宜甲我所有财产计较，搁我费用赔偿要求赔偿。即马你应该相信我啊吼！即马我是要安怎？对啦，明良是律师，只有伊有办法解决。也不过，你即摆是咧告民主要创啥啦？咱两拢欠明良因翁仔某遮尔多，我相信明良嘛毋是一个真够扣分的人。我无爱，我所有财产叫人扣啊，我干嘛叫人告？叫我去救明良，我做袂到。振兴，振兴！振兴，创啥的啦？振兴，你莫遮尔激动嘛！听我的话，咱来去找明良啦。拢是你啦，一切拢是你害的啦！我袂搁听你的声，我嘛无看你啦，你要走啦！我知影这件代志拢是我引起的，所以我要甲你共同来解决啦。免你家婆啦，我代志拢免你管啦。我无管哪会用的咧？闪啦！王天星，马蛋，哇，你脚车真紧嘞，啊那，你摕钱来花去？你免这么地气啦！你叫我投资的是间康家公司呢。你听人家咧讲，你签约手续，一切拢是合法的，还佫有会计师的财务报告，我再讲嘛是你欢喜甘愿的，啊喏，钱摕袂出来，反悔也是不要紧啦，咱吼法院来做，啊。这款话你讲袂出来，你唔是人，我跟你拼！老六，老六，老六，跟你拼！老六，老六，放下你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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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操的！太可怕了！太可怕了！是，振兴，振兴，再分手啊！不处理，出来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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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来！振兴，你要坐个休困一下无？坐个休困好啊？行好。我唔甘愿，我唔甘愿，这么大产业拢开在我手头。振兴，你莫安尼讲，你千万唔通失志。王天星是听我用这话来刺激你，互你中计，了后伊的目的才会达成。讲了无唔对，是我甲你无路用，才会叫我骗去。我对不起阮阿爸，将老我的财产签这日都给败了了。参像我这款人，活在世间上，还有什么路用啦？振兴，你听我讲好无？你别讲我啦，我亏来死死的。振兴，拜托拜托，卡出来任何消息咯，你一定要随家联络哦。哦，啊，拜托拜托，好，好，多谢多谢。明了。你等下，阿爸好好无？有啦，阿母赶去的饭菜，伊拢有甲食完。哎，阿爸敢有问囡仔代志？当然嘛是有，害我甲阿母唔知要安怎回答。若毋是阿母甲动的，伊阁讲伊要倒来斗找小伟。喂，是明良。什么？振兴自杀？后要紧无？哦，我随过哈。振兴，你哪会这么戆啦？安尼一时的失意，你就做出这种戆代志。代志免你管啦，你跟我出去。我无可能出去。你即摆当你死去，有困难的时阵，我若出去，无插你，我敢是人心？是啦，振兴，明良拢一直甲你当做亲兄弟同款。庆兰，我是真对不起你。虽然你做了有较过分，但毋过只要你真心忏悔，我想大家一定拢会原谅你的。庆安，我嘛真对不住你的。你若是我抛弃的，我希望你甲施律师拢会当原谅我。丽丽，我问你，我的小伟人即马到底伫倒？伊即马伫王董的手头。王天星抱我的囝去，伊到底有啥物用意？因为你调查出足侪资料，
证明讲准生投资的是空壳公司，伊为着我互你提出证据，毋则想要用囡仔来控制你。丽丽，咱你出面做证，只要你若出面做证，王天星的计划就无法度成功啊！哎呦，这点王天心嘛想会到啊，伊毋则甲我那遐掠去。假使讲我若出面做证，我那遐恐惊会无命呢。对啊，明了，你若是出面检举王董的，安尼咱的社会毋是嘛真危险？代志到这个地步啊，无解决嘛袂用。王天星若无受法律的制裁，咱你敢有天理是？也毋过，你嘛着要考虑着社会的安全啊。你放心啦，我做你足细心。对了，水星，你会记得无？自细汉到大，我都毋捌甲你要求过啥，也有一个我要拜托你，拜托你替我解决这个难关。谁该后悔？可不应该去自杀。要若无我就让家己斗阵出去对付王天星啊！俊生，准讲你无要求我嘛会出面替你解决代志。你即摆啥物拢免想，你好好静养，知无？我咧想，咱袂遐尼匆忙去找伊，因为王天星伊既然敢咧做，绝对有万全的准备。那你要安怎做？照我看，林董可能是王天星安排人头。无得空，咱会为伊遐找啥物线索？丽丽，你敢知影伊住喺倒？你有法度找到伊无？我打电话联络看卖咧。丽丽啊，还是你靠啥话啦？林董的代志破坏啦，出人命啦！出人命？到底啥物代志啦？马俊生20亿摕袂出来，即马人自杀，你病医得急救啊啦！警方嘛开始调查这件代志。我听人讲王董的哦，甲一切资料拢塞到你遮来呢。啥物？这甲有啥物关系啊？那安尼尔，王董的甲囡仔抱走，我甲阮那遐掠去，这拢是绑票行为。伊讲这个代志拢是你做的呢。你咧黑白讲，我只是互伊做一个人头，我一个月嘛敢领伊3万块尔呢。那安尼，你知王天星甲囡仔甲阮那遐藏伫对无？我唔知啦，我要来走啊！你等下，你要创啥啦？不管你走到倒，你我就无法度甲这个案件脱离关系。你即马唯一的一条路，就是出来做证。只要王天星若判罪，你就较无代志。啊，这款代志哦，我无爱插啦。我插嘛袂用的啦，因为你拄则讲的话，我拢已经录音起来啊。你若知影囡仔伫倒，你紧带阮来找伊，我就当证明你甲绑票无关系。好啦好啦，我带恁来啦。啊，毋过我唔敢保证一定找得到人哦。不要紧，只要你若带阮去，后摆我一定尽替你辩护。明了，无我对伊来去，王董一定互你去处理。林董的啊，到底是对啦。伫遮啦，丽丽啊，就是伫遮啦。你这啊，唔紧带我入去。好。你也敢甲我假笑？对啊，轮到我来。你甲我放手，你甲我放开啦！谢律师，我知影你来找我，也毋过想要讲你的证紧就来。我请教你吼，你即摆来是代表你家己，还是代表马俊生啊？王董事长，这敢有啥物差别？有哦，你有答应我讲，你无要搁替马俊生出面啊？也毋过你想看觅，若毋是我通知你，恁某早就叫马俊生侮辱去啊。我唔对，我有答应你白替马俊生出面。不过我今日来是代表病医当事会，我相信我无违背咱的约束吼。律师就是律师啦，真够软芳吼。其实我早就知影有这个结果啊，所以你甲我的囡仔抱去，你利用囡仔来威胁我，叫我莫参加案件对无？王董事长，你咧放票行为是爱判真重，你知无？头婆囡仔是你哦，要判刑的应该是伊啊。囡仔是我救出来，你应该感谢我才对啊！拜托，我的囡仔到底是倒位？拜托你甲囡仔害我好无？囡仔当然是用你啦，是律师啊！我对你这个身份，你对我较心意一些。假使讲你若跟我斗相共，我入狱哦，会当分你一半。我无可能答应你的条件。哦，你无要答应？你想看觅？你敢告伊赢我？我的律师有几十个呢，你无可能告伊赢我嘛？王董事长，
你可能袂记得，你还有一个姓林的人头吼。其实我已经有你犯罪证据，而且这姓林的人头嘛要出来作证，指证你所有犯罪行为。哦，咁安呢？林大爷，请你出来一下。来啊！你讲证据，你是毋是讲这个录音带？录音带伫我遮啦。你咧？你哦，去我甲绑起来。谢律师啊，我早就甲你讲过啊，你要是菜鸟啊，你根本都不是我的对手。也毋过你放心，这单代志你若要接手，成功了后，我不但你来行你，而且我会送你重礼。也毋过，假使你若敢搞怪，就唔通怪我无客气哦。这单代志你若要接手，成功了后，我不但你来行你，而且我会送你重礼。也毋过，假使你若敢搞怪，就唔通怪我无客气哦。怎么样？赞，表演了真赞。明良，天兰，什么代志啦？最新阮爸王走出去安尼。哪安尼？刚讲伊会去找王天星。明良，啊你哪会家己一个人？丽丽咧？你去王天星的人压去。哪会安尼啦？安尼是要安怎呢？我拄则伫王天星因公司的外口甲监视，我发现伊用车甲丽丽载走。我咧想，小伟可能甲丽丽管理同一个所在。那因是会甲人拐伫倒啦。倒腾啊！哎，你先收下，像啊你！小伟呢？小伟伫倒位？小伟伫遐啦。哎呀！我走过。小伟，真是小伟，小伟乖，阿母阿爸绝对袂甲离开你啊！起来，实个啦，拢是我害恁母仔囝分开，好佳哉无代志。不要紧，起来，你赶紧把囡仔吵转来，我来救俊生。啊，毋过我袂放心啊。无要紧啦，我甲明良来去啊，迄两个孙仔囝，我今日好甲收你者。对啦，啊，录音带咧，录音带。伫遮啦。这是上好的证据，进来，来进来。哎呀，咱将这个臭人包起来。好，做嘛听？唔正经，唔正经，唔正经。哎呀，唔正经。包起来。王天星。哦，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妈当呀，我听你讲发生车祸，啊，多想去看你，啊，想到讲恁咧见囡仔，甲你安尼拜来。天星，对一个开始你就是超工设计要害我。你讲，你四个人拢想害我偌济啦？有偌济人甚至我咧叫人害去做出来？你讲啊！妈当的，你安尼讲都无够内行气啊！做生意本来就要趁钱嘛，当然人摕去食，
你甲我签约投资做生意，你这个钱摕袂出来，反倒再讲我害你。哦，你安尼讲哪有天理啦？啊？你讲啥笑话啊？你已经是空壳公司，我不可能会拿钱啦。真好，你拿钱不要紧，反正啊，法院会替我处理。那你这种卡笑，对我来讲，有甲无拢同款。天星，你这小人！反正啊，法院会替我处理。那你这种卡笑，对我来讲，有甲无拢同款。天星，你这小人！好了。这个哈，这会赢哦。等我看，我给别等你。好，这样。我给你，我绝对不会帮你耍。对不对？尊师，太后边去啊！黄天星，我两条命，我你害个真了身上，我惊你咯！我甲你教死一个命！你别冲动，我跑过，你老爸个地个照着，我喊你啦，停！好了，进来！老板，阿弟，分款呢？下后个等下淡水河，好。班长，这个，班外，这个，黄天星，你作恶多端，乖乖接受法律的制裁。这个水嘞！啊，我若知我小伟是我的金孙哦，抱起我遐的时阵哦，我一定甲留咧，绝对袂阁去互别人抱去，嘛免互恁安尼烦恼甲呢。哎呦，我毋若是讲烦恼呢，啊，像个庆兰啊啦、明娘啊，为着囡仔拍无代志吼，煞变面啦。吼，迄叫是啥物李丽啊查某，有够夭寿呢。阿母，啊代志就已经过去啊，莫搁再提起啊。对啦，啊明娘嘞？去遮听到阿爸。哦。哎呦，我的金孙啊，我的金孙啊！哎呦，赶紧我抱起来，来，我的金孙。哎呦，金孙啊，金孙！啊，讲我吼，听下就讲你平安倒转来哦，两只脚走，敢若白虎皮，赶紧来看你了。哎呦，杨哥，那手机啊坐遮，你无注意到？哎，手机哦，啊，顾看细线咧，煞无看到大线。要紧啊，杨哥姐啊，看你即马安尼身体遮健康，真恭喜哦。但我本来就养欠养，身体偌好咧咧。啊，等摆到你操蛋啦！哦，听着囡仔拍无去尔，迄心酸悲水压起来呢，啊昏昏倒倒去，啊要甲阮惊死。这你放心啦，以后我的金孙我若猛条条吼，绝对就袂阁拍无去啊。阿爸、阿伟，啊你若逐工要抱金孙哦，你要搬来台北甲我大哦。有影吼，好嘛，大就大啦，安尼阿麦饲，规气来饲孙。